台语文康榜来看，最近有一本台语小说《开花结子》已经正式出版。这是以台湾大家族家人的眼界落去创作的，呈现伫无共政权之下这人民的心声。作者来分享伊创作的过程，也希望讲用台语文书写，带台湾人了解过去。闽人小贪厌食红啊，骂着蛋甲好野人。作者拿春水亲身念作品内底七字仔，替大苹故事起头。过去拿春水作品的特色就是会使用七字仔。这届这本《开花结子》台语长篇小说也保留一款台湾文学特色。作者拿春水表示，这本长篇小说大约30万字，用2-3天左右的时间完成。故事是以过去台湾5大家族的其中之一。百年前因为恶控好野的家人眼界3代为核心，来描写台湾社会百年来的变迁，和家族人民面对无共政权的心声。因的思想哦，讲出来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好英国是什么款的生活，会当反映出较早的人安怎过日啊，因的艰苦实在。开花结子台语长篇小说礼拜举办新册发表会，目前实体册已经正式出版，未来也有电子册版本。第四代台文系教授也表示，伫国外上在看到长篇小说是以家族史做题材来发挥，也通因为安尼看到一般教科册看袂到的历史眼光。毋是咧看政权的替换，吼，毋是咧看即个有权利的人安怎互相伫遐抢一寡资源。伊看到的是一般百姓的人，吼，都准是一个大家族好啊。伊嘛是伫咧规个大政治的背景内底，伊要哪求生存，免法因为家己的决定付出代价。作者也分享，小说名《开花结子》是依照台语俗谚，迄落花生，迄落籽，迄落树结，迄落米，为灵感来呈现家族命运的因果。册内收录侪侪台语俗谚，作者也表示讲，希望透过台语书写，让台湾人了解伫无共年代、共家族命运真实的人生。记者梁家记者桂林台北报道。